大家好，小鐵到，今日小鐵會介紹九巴丹尼士第4重環巴士12位。哇靠，好靚喎！係啦，幻想所在奇妙15週，有個米奇隻狗啊，同埋邊水嚟㗎，跟住下面有兩隻倉鼠啦。Sorry， 我真係唔知迪士尼啲人物嘅。等等，佢寫15週年還是75週年啊？冇講錯，應該寫75週年，應該係啦。鐵甲一型7號線往樂富，車牌為 PG9874。鐵甲啦，應該都係，算啦，咪一代就好啦，因為屋企已經大把一代嘅啦。係啦，米奇嘅車，引擎蓋，跟住下面得個有個迪士尼嘅城堡，跟住米奇啦，米奇嘅 girlfriend 啦。唐老鴨啦，同埋唐老鴨嘅 friend。sorry， 我真係唔睇迪士尼嗰啲人物嘅，以前睇過，不過而家唔睇嘅啦，所以唔記得咗，唔好意思啊。呢度我大部分都唔明嘅，就喺元朗某間買千色1樓某間買電子產品嗰邊買嘅，就咁啦。今日小鐵條片就暫時介紹到咁多，多謝各位。